合埋雙眼，然後慢慢深呼吸。呼氣嘅時候，想像將身體入面所有嘅壓力呼晒出嚟，然後慢慢放鬆。然後隨住你放鬆，你會開始發現喺呢一間房入面彌漫住一啲金黃色嘅光，呢一啲光逐漸咁樣填滿呢間房嘅每一個角落，然後隨住你呼吸，你開始將呢一啲金黃色嘅光吸入去你嘅身體入面，你將佢吸入去你嘅左腦，吸入去你嘅右腦，隨住你吸入越嚟越多金黃色嘅光，你嘅大腦亦都逐漸咁樣變成金黃色，然後繼續放鬆，然後隨住你放鬆，呢一啲光開始沿住你嘅脊椎，沿住你嘅中脈向下流動，佢開始流過你嘅喉輪，流過你嘅心輪，流過你嘅太陽神經叢、底骨輪同埋底輪，呢一啲光開始逐漸咁樣填滿你嘅脊椎，慢慢你嘅脊椎亦都開始發出非常亮麗嘅金色嘅光。然後慢慢呢一啲光開始沿住你嘅神經系統
擴散到去你全身唔同嘅部位。佢開始流動到去你嘅頭部，填滿你塊面，填滿你條頸。呢一啲光開始流動到去你嘅膊頭，填滿你嘅手臂、前臂同埋雙手，然後慢慢呢一啲光開始流入去你嘅心、肝、脾、肺、腎，佢開始填滿你嘅胸、背、腹、腰，然後慢慢呢一啲光開始流動到去你嘅下盤，填滿你嘅大髀、小腿同埋雙腳。慢慢你全身每一個部分、每一個器官、每一個細胞都被呢一啲光完全填滿，然後繼續放鬆。然後隨住你放鬆，喺你嘅身體周圍出現咗一個碧綠色嘅球體。呢一個球體，佢開始順時針咁樣旋轉。隨住佢轉動，佢開始將唔同嘅星獸嘅能量下載落去，呢一啲能量慢慢穿過無數嘅星星，進入太陽系，穿過大氣層，進入到去你而家所在嘅空間入邊。呢一度集合咗
13粒星嘅能量，獵戶座佛爭議，波江座天苑四，半人馬座南門二，太陽系嘅太陽，昴宿星昴宿六，大犬座天狼星 B，牧夫座大角星，獵戶座三宿二，仙女座灰宿九，天琴座嘅織女星 Ephion Aramatina 同埋人馬座 A 星。呢13粒星嘅能量穿過太空，穿過大氣層，進入到呢個球體入邊。佢哋開始同你身體嘅光之生命樹互動，喚醒你嘅12D 梅爾卡巴，一個包住你身體嘅星狀12面體，由5組嘅星狀4面體梅爾卡巴組成。每一個星狀4面體嘅梅爾卡巴嘅正4面體順時針轉，倒4面體逆時針轉。隨住佢高速咁樣去轉動，喺呢一個碧綠色嘅球體入邊產生一個強大嘅能量漩渦。然後隨住呢一個漩渦高速咁樣轉動，佢帶動呢一個碧綠色嘅球體都同樣地高速順時針咁樣旋轉。然後慢慢你嘅光體開始向上移動，離開你嘅物質身體。你一路向上移動，你嘅頭、你嘅膊頭開始離開你嘅物質身體。你條頸、你嘅心口開始離開你嘅物質身體。你雙手、你條腰開始離開你嘅物質身體。去到最後，你嘅下盤同埋你雙腳亦都開始離開你嘅物質身體。你一路向上移動。你穿過嗰啲星星嘅光，穿過嗰一個碧綠色嘅球體，一路向上移動。
整個光體沉浸喺嗰啲金黃色嘅光之中。你一路向上移動，你望向你正上方，距離你33米嘅位置出現咗一個光點，你向住呢個光點前進，你距離呢個光點仲有30米、27米、24米、21米、18米、15米、12米、9米、6米、3米、2米、1米，你穿過呢個光點，你進入咗一條碧綠色嘅量子隧道入邊，不斷向前移動。你一路向前移動，隨住你一路向前，你感受到你進行緊一場跨維度嘅穿越。透過呢一個量子隧道，進入更加高維度嘅世界入邊。
然後慢慢你望向你正前方，距離你60米嘅位置出現咗一個光點，你向住呢個光點前進，你距離呢個光點仲有50米、45米、40米、35米、30米、25米、20米、15米、10米、5、4、3、2、1，你穿過呢個光點，你喺另一邊出返嚟，你出到嚟，你見到你自己企咗喺一塊浮起嘅懸浮嘅金色地磚上面，你見到周圍都係太空，你望向你正上方，你見到一個巨型嘅太陽喺你正上方，你面前係一個金字塔形嘅建築物。呢一個金字塔形嘅建築物嘅入口有一道金黃色嘅門，嗰道門4米高，你望到上面有一啲花紋，有一啲似天使龍嘅花紋。有一啲嚟自唔同星球嘅文字語言喺上面，然後慢慢呢一道門慢慢打開。你見到裏邊係一個好大嘅虛空空間，一個金黃色嘅虛空空間，有鑽石藍色嘅電漿地板。你行入去呢個金字塔入邊，你見到有好多星獸嘅圖案，有一啲係人類未知道嘅，有一啲係人類已知嘅。你行到去呢一個平台嘅正中央嘅位置，然後你見到4星獸出現喺你前後左右，
朱雀喺你嘅前面，玄武喺你嘅左手邊，青龍喺你嘅後方，白虎喺你嘅右手邊。然後佢哋四個敞開佢哋嘅心，喺佢哋嘅心輪嗰度發出一道光，向住你嘅心輪前進。嗰道光距離你嘅心輪仲有5米、4米、3米、2米、1米。呢道光擊中你嘅心輪。佢哋開始下載光碼入去你嘅身體入邊，去淨化、去煉化你嘅身體、你嘅光體。然後玄武佢開始用心靈感應去同你溝通，佢同你講，我哋面對嘅最大課題就係接納黑暗。玄武所代表嘅就係宇宙，最原始嘅陰性力量。黑暗並唔一定係壞事。佢只不過係一個銀仔嘅另一面，佢同樣都係神嘅本質。接受黑暗，
同接受光明一樣咁重要。然後慢慢喺你嘅心輪產生咗一個中間，有白色圓圈嘅太極圖，一個有三波結構嘅太極圖，有別於一般我哋見到嗰一種雙波結構嘅太極。然後慢慢朱雀、玄武、青龍同埋白虎呢四個聖獸，佢哋開始化成光。朱雀化成紅光，玄武化成黑光，青龍化成綠光，白虎化成白光，進入到去呢一個三波結構嘅太極圓入邊，代表住呢四種力量嘅平衡同埋統一。金、木、水、火呢四種嘅力量，對應住地、風、水、火四種元素，喺你心輪嘅呢一個三波結構入邊得到統一、整合。然後慢慢喺你嘅右手邊出現咗一個男性嘅獅族人，左手邊出現咗一隻雌性嘅白色獅子，一隻白色嘅雌獅。嗰隻白色皮膚嘅男性獅族人，代表住獵戶座，攜帶住獵戶座嘅啟動碼。
嗰一個白色皮膚、白色毛嘅雌性獅子，代表住天狼星，攜帶住天狼星嘅女性啟動碼。呢兩個傳友，佢哋分別打開佢哋嘅心輪，喺佢哋嘅心輪嗰度發出一道光，向住你嘅心輪前進。嗰道光距離你嘅心輪仲有3米、2米、1米，然後呢兩道光擊中你嘅心輪，佢哋開始將獵戶座同埋天狼星嘅啟動碼下載落去你嘅身體入邊。呢一啲頻率衝擊你嘅細胞，佢開始去同你嘅 DNA 互動，去激活你沉睡咗嘅 DNA。呢一啲光，呢一啲音頻、音符，開始同你嘅基因互動。呢一啲光滲入去你嘅 DNA 入邊，去激活沉睡咗嘅基因、沉睡咗嘅基因鏈。你所有嘅 DNA 都開始同呢一啲光共振。獵戶座代表男性能量，神聖嘅男性能量，基督意識。天狼星代表女性能量，神聖嘅女性能量，蘇菲亞意識。基督意識同蘇菲亞意識喺你嘅身體入邊開始整合佢哋嘅能量，呢一啲能量開始轟炸你嘅身體細胞。然後喺你嘅上心輪嗰度出現咗一個鑽石藍同埋黃金色嘅馬爾他十字架。呢一個十字架開始高速咁樣順時針轉動，打直咁樣轉動。形成一個巨型嘅基督意識螺旋，然後慢慢
13個星門嘅能量開始進入到你嘅身體入邊。佛增二天院四南門二太陽昴宿六天狼星 B 大角星三宿二灰宿九織女星 Ephion Aramatina 同埋人馬座 A 星。呢13個星門嘅能量深深咁樣錨定喺你嘅呢一個腸域入邊，連帶整個橫跨成個銀河系嘅能量網格，無限形符號能量網格嘅能量亦都錨定喺呢一個結構入邊。你嘅上心輪出現咗一個12D 梅爾卡巴，一個星狀12面體，我哋嘅12面體之心。呢一啲能量被錨定喺呢一個12面體之心入面，佢嘅能量開始膨脹同埋擴張，然後喺你嘅上心輪嗰度釋放出一股能量流，去淨化呢一啲星門，去淨化呢一個能量網格。呢一啲神聖嘅能量，呢一種陰陽意識整合嘅合一嘅能量，被傳播到去成個銀河系入邊，成個宇宙入邊，橫跨成個太陽系，成個地球。喺你嘅上心輪嗰度出現咗一個打橫嘅巨型無限符號，延伸到去你膊頭以外5厘米嘅位置，代表住呢一種無限意識嘅整合。能量嘅更新，穩定聖婚儀式嘅能量，基督意識同蘇菲亞意識嘅結合嘅能量，然後慢慢喺你嘅上心輪嗰度向上同埋向下延伸出一道光柱。呢一道光柱向上連結住你嘅靈魂之星脈輪，再連結去你嘅太陽之星脈輪，向下連結到去你嘅地球之星脈輪。呢一種能量慢慢經由你嘅地球之星脈輪流入去大地母親嘅核心嘅12D梅爾卡巴入邊，佢流動到去
大地母親嘅基督意識網格之中。呢一個時候，月球同太陽同地球喺太陽系入邊連成一線。呢一種陰陽能量被整合嘅意識，慢慢開始喺大地母親嘅中心萌芽。然後慢慢呢一個橫跨唔同星門，橫跨成個銀河系、成個宇宙嘅能量，開始被錨定喺地球嘅基督意識網格入邊。佢被下載到去基督意識網格之中。Ishnakumatala katakua shana katakashi. Astakatakara tina katakuma kashana katakatakaria. Ushia sakatamata sunaka takatakuna shia. Ishnasala katakatakatuna kashinaka. Ishtasunaka shata katakarata katakuma. Ushnakuna shina katakatakaria tashi. Ishnakatakatakuma kashana katakarata kasutakakia. Isia katakuna kashuna tina katakalata kuma. Usna katapala takashana katakara takishia takatakuwa. Utatakia katakashunaka. 呢一種力量喺基督意識嘅核心入邊凝聚。
呢一啲光慢慢去淨化地球嘅海水、地球嘅植物、地球嘅土地、植被、地球嘅能量網格。佢令到我哋記翻起地球嘅海洋本身其實係一個巨型嘅光碼資料庫。喺佢未被污染之前，海水其實係可以用嚟儲存信息、儲存光碼、儲存資訊。只不過我哋忘記咗，我哋需要好好去保護呢一片海洋，呢一個星球。呢個星球上面嘅星門，呢一種能量被錨定到去地球嘅集體意識入邊。然後慢慢
你嘅第二重光體開始慢慢離開你嘅第一重光體，你嘅第二層光體開始慢慢向上移動，離開你嘅第一層光體，你一路向上移動，你嘅頭、你嘅膊頭開始離開你嘅物質，你嘅第一層光體，你條頸、你嘅心口開始離開你嘅第一層光體。你雙手、你條腰開始離開你嘅第一層光體，去到最後，你嘅下盤同埋你雙腳亦都開始離開你嘅第一層光體，你一路向上移動，你向住金字塔嘅塔尖前進，你見到塔尖嗰度有一道光，你距離呢一道光仲有60米。你向下望，你見到你嘅光體仍然喺度吸收緊，獵戶座同埋天狼星嘅神聖男性同埋神聖女性能量。你一路向上移動，你距離嗰個光點而家仲有33米。20米。10米。5米。4、3、2、1，你穿過呢個光點，你進入到一條金白色嘅量子隧道，喺你面前10米嘅位置，你見到呢條隧道嘅出口。
你向前移動，你距離隧道嘅出口仲有5米。四、3、2、1，你穿過呢個出口，你進入到去一個金白色嘅空間入邊。你內在有一種覺知，你知道呢一個空間係中央大日嘅內部。你而家就身處喺呢一個中央太陽入面，太陽嘅嗰啲金白色嘅光開始滲入去你嘅光體入邊，彷彿好似幫你調整緊你嘅頻率一樣，淨化你嘅光體。呢一啲光將你身體光體入面嘅堵塞轉化、淨化成為純粹嘅光。佢將喺你嘅第二重光體入邊嘅所有能量堵塞全部轉化。你嘅第二重光體開始融化，佢嘅光開始融入去周圍嘅金白色嘅光入邊。你開始變成純粹嘅意識，一個純粹嘅意識體存在喺呢一個空間入面。所有嘅雜念，所有嘅意識能量，全部都被融化，剩返嘅就係你內在最純粹嘅光嘅本質，你嘅神聖火苗，靈魂之光。然後喺呢個時候，
喺你面前距離你300米嘅位置，你見到有一個光點，一個意識，呢個光點慢慢向前移動。呢個光點同你嘅距離仲有250米，200米，150米，100米，50米，40米，然後佢停咗喺同你距離33米嘅位置。呢一個光點同你一樣係一個純粹嘅意識，佢係同你陰陽極性相對嘅另一半嘅靈魂。你嘅雙生火焰，然後慢慢喺你嘅心輪嗰度發出一道光柱，向住呢一個意識體嘅心輪前進。呢道光距離佢嘅心輪仲有20米、15米、10米、5米、4、3、2、1，然後呢道光擊中佢嘅心輪。喺你嘅心輪嗰度發出咗啲彩虹同埋鑽石藍色嘅光芒，向住佢嘅心輪前進，沿住嗰條光柱，嗰條金白色嘅光柱。你哋兩個存有之中，一個代表住基督意識，一個代表住蘇菲亞意識。當兩種意識能夠同步結合，就能夠進入合一嘅狀態。
你哋兩個嘅能量開始共振，開始同步，你哋嘅頻率開始同步起嚟，就好似兩個獨立嘅靈魂向住同一個目標共同進發一樣。呢一啲鑽石色嘅光馬，鑽石藍色嘅光馬，溫柔咁樣將你兩個連結埋一齊。一種純粹而強大嘅連結，合一嘅連結。然後慢慢，你嘅意識開始向前移動，對方嘅意識都開始向前移動，你哋之間嘅距離仲有25米、20米、15米、10米、5米、4、3、2、1。然後你哋兩個嘅意識開始融化，你嘅意識開始融化，你開始忘記你自己，而進入咗呢一個集體嘅意識場域入邊。呢兩種本身分開嘅意識二合為一，再一次回歸合一。一種無我，只有我哋，但係同一時間又係一個個體嘅狀態。然後慢慢呢一個合一嘅意識開始向上移動，將你舊有嘅自我拋低，舊有嘅諗法、偏見、個體性拋低，你一路向上移動。然後你見到你正上方距離你33米嘅位置出現咗一個光點，你向住呢個光點前進。你距離呢個光點仲有25米、21米、18米、15米、12米、9米、6米、3米、2米、1米，然後你穿過呢個光點，你進入到去另一個空間之中，呢一個空間係
係一個碧綠色、海藍色同埋充滿住白光嘅空間。你知道，你進入咗去碧陽光界中央太陽入邊，喺上七重天嘅另一個環空間入邊。我哋嘅中央太陽，銀河中央太陽其實係一個出入口，去容許我哋透過太陽之網喺唔同嘅維度穿梭。你嘅意識慢慢向前移動，你距離太陽嘅邊緣仲有600米、550米、500米、450米、400米、350米、300米、250米、200米、150米、100米、50、30、10米、5米、4、3、2、1，你從呢個太陽孵化出嚟，就好似一個全新嘅意識，喺呢一個空間出世一樣，一個全身合一咗，唔再分裂嘅你。呢一個意識重新孵化出嚟，穩定佢嘅能量，合一嘅能量，將神聖男性能量同埋神聖女性能量整合。你見到周圍嘅空間就好似一個碧綠色同埋海藍色交織嘅太空一樣，然後慢慢你感覺到碧陽光界嘅中央太陽有一股吸力。你嘅意識慢慢返去呢一個碧陽光界中央太陽入邊，
你重新進入到去呢一個太陽之中。但係今次你進入到去，仍然保留你嘅個體性，然後喺你嘅意識開始向下延伸出一條光柱，一條碧綠色、海藍色同埋白色嘅光柱，向下移動，向下延伸。呢一道光柱穿過碧陽光界中央太陽，穿過中央大日，落到去頭先我哋所在嘅金字塔嘅塔尖，再穿過金字塔嘅塔尖，降臨到去你嘅第一重光體嘅上心輪嗰度，嗰道光距離你嘅上心輪仲有30米、20米、10米，然後嗰道光擊中你嘅上心輪，連結住你第一重光體嘅上心輪嘅12D 梅爾卡巴嗰一個星狀12面體，跟住佢慢慢開始將碧陽光界嘅能量下載落去你嘅上心輪入邊，碧綠色嘅光馬開始沿住呢一道光柱流入去你嘅上心輪入邊。同一時間，至尊中央大嘅光馬同埋所有成個能量網格，包括基督意識能量網格同埋13個星門嘅能量網格嘅光馬，開始向上沿住嗰條光柱上到去你嘅意識所在嘅中央太陽嗰度。然後呢一種能量開始喺呢一個維度向外擴散，連結住呢一個維度嘅其他太陽、其他嘅星球，基督意識嘅星球，創造一個新嘅能量網格。Sumakara takatakuna kashina katatakuma kashiya. Ushna sala katashina katakardia katakuma kashina katakatakia. Ishna katakashuna katatakuma kashana katakashatisia katatakuna katashakatakua. Ushna katakara katakashana katatakuma kashina katakataria katakashakia katakuma ka. Ulatuna kashana katakashana katakashuna kashina katakashuka. Ushna shuna sakatakaria takashana katakashutaka. Ushna katashina katakuma kashakatakria katakaku. Ishna sanga katakuma kashatakatakuma. Ulakatashina kata. Usna usia katakashana ka aka.佢嘅能量開始喺呢一個維度嗰度向外擴散，
連結住呢個維度嘅唔同嘅星門、唔同嘅能量點，甚至向上連結到去更高嘅維度。Ra 嘅維度，呢一啲嘅能量開始深深咁樣被錨定喺呢一啲空間入面。同一時間，你內在嘅神聖意識開始被啟動、被喚醒。臣服於呢一個過程，你嘅純意識體開始高速咁樣震動，呢一啲能量開始注入去你嘅意識入邊，去促進呢一個合一嘅過程。然後慢慢，你嘅第一重光體開始向上移動，沿住嗰條光柱向上移動，去穿過金字塔嘅塔尖，穿過中央大日，上到嚟碧陽光界中央太陽嗰度。佢慢慢向上移動，直至到你嘅意識，你呢一個純光嘅存在進入咗呢個光體，去到呢一個光體嘅上心輪嘅位置，然後你開始將
你下載咗嘅所有光碼、所有嘅光嘅信息，通過神經系統同埋動脈系統下載到去你嘅第一重光體入面，將呢一啲信息錨定喺，將呢一啲光錨定喺你嘅第一重光體之中。你嘅第一重光體都開始改變，佢入邊嘅能量堵塞開始被釋放出嚟，所有未療愈嘅創傷，所有需要淨化嘅負能量，所有需要安撫嘅負面情緒，所有需要轉化嘅限制性信念，全部喺呢一個空間被釋放出嚟。然後慢慢呢一種力量流動到去你全身，你全身嘅細胞都吸收咗呢一種能量，呢一啲光碼，跟住慢慢，你嘅光體開始向前移動，但係嗰一個能量網格
就留咗喺本身嘅位置嗰度。你望向周圍，你仍然見到嗰啲碧綠色、海藍色同埋白色嘅光。喺呢個太陽入面，你望向你嘅右手邊，你見到一個碧綠海藍色嘅量子隧道。你知道，你係時候要返屋企，返去你嘅所屬於嘅世界入邊。你跳入去呢一個量子隧道入邊，一路向前移動。你望向你正前方，距離你99米嘅位置，出現咗一個光點。你向住呢個光點前進，你距離呢個光點仲有90米、81米、72米、63米、54米、45米、36米、27米、18米、9米、5米、4、3、2、1，然後你穿過呢個光點，你喺另一邊出返嚟。你出到嚟，你望向你正下方，你見到嗰個包住你物質身體嘅碧綠色嘅球體，喺你正下方距離你1.5米嘅位置，你嘅光體開始徐徐下降。你距離碧綠色嘅球體仲有1米、0.5米，然後你進入到去球體入邊，你見到你物質身體嘅頂輪慢慢打開，你距離你物質身體嘅頂輪仲有半米、1/4米，然後你嘅光體開始慢慢化成光，融入去你嘅物質身體入邊。你開始恢復你對你物質身體嘅知覺，你開始感覺到你嘅頭部，感覺到你塊面，感覺到你條頸，感覺到你嘅膊頭，感覺到你嘅雙手，感覺到你嘅軀幹，感覺到你嘅下盤，同埋感覺到你雙腳。你嘅頂輪慢慢閂返埋，
然後嗰一個碧綠色嘅光球，佢開始慢慢向住你嘅心輪縮細，佢縮細到去同你心輪一樣嘅大細，然後佢開始高速咁震動，跟住落嚟，我會由一數到三。當我數到三嘅時候，呢個碧綠色嘅球體就會爆開，裏邊嘅嗰一啲星宿嘅光就會填滿你全身，去幫助你整合嘅你嘅能量。預備，一、二、三，個碧綠色嘅球體爆開，裏邊13粒星嘅能量開始填滿你嘅身體，去幫助我哋整合頭先下載嘅13維度嘅能量。呢一啲星宿嘅能量流過我哋全身每一個部分、每一個器官、每一個細胞，轟炸我哋嘅 DNA，去整合我哋頭先嘅能量。跟住落嚟，我哋會由5到數到0。當我數到0嘅時候，大家就可以慢慢張開翻雙眼，意識回復清醒嘅狀態，翻嚟呢一個當下。預備，5、4、3、2、1，0。好，大家可以慢慢張開翻雙眼，意識回復清醒嘅狀態，翻嚟呢一個當下。